有個廳啦，雙床房。哇！今晚要喺度浸返個浴啊！睇住個海景，男士最佳食煙位啊，有埋個煙灰盅喺度。哇！呢間酒店真係幾靚喎！我覺得我自己嚟都好，我自己嚟我都願意咯。吧台。歡迎水果，咁佢係提供戴森嘅風筒。lotion 啦，因為呢間係親子酒店嚟嘅，咁所以咧都有啲兒童用品都會準備好晒。哎呀，哇，好實啊，大吉嘅 ，OK。廁所。間大致咧就係咁樣嘅，咁啊有分海景房同埋非海景房嘅，咁我哋呢個咧就係海景房嘅普通房型，夜晚咧就可以喺呢個露台度舒舒服服咁樣浸個浴，希望可以瞓個好覺啦。Good morning， 唔知係咪因為出差嘅原因啦，咁啊冇休息好嘅，好早就醒咗。估唔到原來喺房入邊就可以見到嘅日出，日落就睇得多，但係我真係好少睇日出。朝陽總係可以帶畀人一種充滿希望嘅感覺。陽台同房喺晨光嘅照耀之下，泛住柔光。原本冰冷嘅空間，瞬間廣滿咗暖陽，有一種慵懶又鬆弛嘅感覺。今次過嚟呢，主要都係出席一個行業嘅頒獎禮，咁喺度住咗2晚，整體嘅感覺都係比較舒適嘅，度假氛圍好濃厚。而呢間呢亦都係一間親子嘅酒店，所以呢就有好多兒童嘅設施。酒店入邊仲有一間海底餐廳，但係因為行程嘅原因啦，我哋今次都係冇嘗試到嘅。但係酒店嘅中菜餐廳嘅出品係唔錯嘅，啲嘢食都幾好味。自助早餐嘅出品都唔錯嘅，種類比較多，味道就中規中矩，唔會難食，但係又唔係特別出色。
嚟到啲度假酒店咧，我自己係比較中意留喺間房度，即係坐喺度可能曬下太陽、睇下海，然之後吹下風，我覺得就好治愈嘅。咁行出去海邊咧，酒店有提供單車啦，亦都有時段嘅小貨車啦，亦都可以乘搭酒店嘅電瓶車，都係可以送你去海邊嘅。咁主要其實就係中間嘅呢一條草坪。咁如果行出去嘅話咧，大概都係5到10分鐘之內啦，睇你嘅速度。咁其實都唔算遠嘅。海棠灣嘅海都幾靚，天氣好好，水清沙幼，而且係私人海灘，人亦都唔會好多，而且亦都有好多嘅水上活動，大家可以喺呢度玩下。而且海南嘅呢個免稅商場呢，就喺酒店隔離嘅，行過去100幾米就到㗎喇。咁所以入住呢間酒店呢，大人小朋友都唔使驚悶啦。嚟講都好適合親子家庭出遊選擇。咁我哋就下一個視頻再見啦，拜拜。